假期翻嚟第一日，今日有啲狠啊！全部都端唔使，呢堆訂單冇200都有300啊！襟玩啊呢個嘢，唉，好彩而家車都冇好多啫。閃啊！小媽，我哋上一條視頻俾人限流，你知唔知個限流原因寫乜嘢？性行為畫面及動作。哇！真桑拿咁，我上去收個空筒，睇下上邊有冇靚姐姐仔睇下先。唉，算啦，當我講冇講過嘢，走。正機茶葉，我可冇人。2、4、6、8、10， 11隻空筒，得啦，就咁撇喺門口 OK 啦，我哋講咗啦。啊，我中同佢哋飲完酒，只要一出太陽，即係蒸我，上晒頭。下次貓屌你嚟捉飲酒，成晏晝報廢晒。冇啦係嘛？嚟個吉桶。走啊！修理廠，哇，咁閪多車嘅，幾好啊！咁閪多大事故，15桶剛剛好啦。一口氣去3間修理廠。係啊，拉過嚟坐啊！最興汽車售後。咦？你做咩喺下邊啊？喂，喵！唉，搞掂，終於搞掂得車啊！而家天氣又焗又嗌水，落雨又落唔出，真係打完鬼苦啊！係咁啊，下期見啦！